早起有国民党的议员开记者会，伊质疑讲，国军食的卵有一半拢是使用大龙卵品加性型卵品供应的鸡卵哦，有可能是进口卵。国防部声明是指出讲，已经要求厂商禁止供应进口卵，后续嘛依照合约来查办，已经会来维护官兵的权益。我们的鸡蛋一定要从台澎金马自己来产的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挂保证，国军食卵敢若含台澎金马生产的。不过，国民党台北市原刘彩薇讲，依照国军副食品供应站资料显示，国军所食卵供应厂商有将近一半，拢是使用土万材供应的卵。许多问题的巴西蛋是由台农蛋品、信兴蛋品的土万材做经销，但是到现在还有425万颗进口蛋流向不明。那赢这支即马有425万粒进口卵，唔知去倒。虽然土万材已经互人发1130万，不过也唔讲鸡卵流向，是毋是甲国防部的大单比起来，互人发根本无算啥。国防部嘛发声明，要依照协议书要求停止供应。针对外界披露，涂姓负责人所辖的3家牧场有违反卫生法规标准的问题。国防部已经严拟依照协议书要求停止供应。国防部还是没有说清楚，你说的停止供应是暂时停止供应，还是你要跟涂万材解约？国防部跟涂万材这些厂商，他们签约到113年。议员呼吁国防部应该随停止合作，若无就是伫咧压护无良心的卵商。国防部也表示，后续要依照检调查查结果，照规定来办理，来维护官兵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